人寫，之前報紙寫係起咗38先啊，然後封咗頂係咪？之後地震啊，震下震下冧晒啦，係中國中鐵嘅公司，唔知嗰個地址用咗好多錢啊地址，然後嗰個緬甸嗰度有地震啦，唔清楚啦，只有曼谷嗰度，因為曼谷好多人拍嗰啲視頻啊嘛，拍 video 啊，影相啊，比較多 sharing 出嚟啲新聞啊。講完。中國都有啊，中國嗰度都有啊，靠近嗰個緬甸同泰國嗰邊啊，中國都有啊，都有地震啊。好多香港人喺曼谷啊嘛，有啲人買樓啊嘛，然後嗰個緬甸嗰度內戰啊嘛，緬甸內戰好多新聞都冇 sharing 出嚟啊，好多news 都冇 sharing 出嚟，所以就係睇到一啲睇唔到一啲啦。然後睇到嗰個緬甸嗰度係咪一間嗰啲寺廟啊，冧晒啊，一下唔知咩，總之就冧晒啦，一間寺廟唔知啦。哦，然後緬甸嗰度啊，暫時死咗140幾人，暫時計數死嘅人數係140幾啊，仲上升緊。然後係啊係啊，曼谷嗰度我係咯，我以為係緬甸啊，哦，原來係喺喺邊度嚟噶？究竟喺緬甸定喺泰國？因為係曼谷啊嘛，係咪？曼谷同緬甸咁近嘅咩？即係中間係好接近嘅咩？係啊，好接近噶，隔離啫嘛，旁邊鄰居啫嘛，手拖手咁樣啊。緬甸隔離就係泰國咯，泰國上邊又唔知邊度就中國咯，大家都一齊嘅鄰居嚟噶啦。中國都有啊，中國唔知咩冧咗，我都忘記咗啦。就好多人跑啦，好多人跑。然後嗰啲高樓大廈嗰啲咩瓦礫啲磚頭跌晒落嚟啊！中國唔知叫咩地方咗啦，我都忘記咗嗰個地方。我分享下新聞。係啊，7.7級啊！哇，係好勁。有啲啊寫7.9級，有啲又放8.3級。唉，有啲報紙寫啊，已經原子炸彈144粒原子炸彈喎，144粒原子炸彈喎，有報紙寫，我都唔知啊。哇，真係肉酸喎，中鐵起嘅喎，真係成棟咁樣打直冧落去喎，好恐怖啊！好似911個字咁，啲人喺啲煙嗰度走出嚟。點算啊？21億幾啊？嗰個21億21億泰銖啊，21億泰銖港紙都唔少錢啦，係咪啊？好勁啊！咁就凍過水啦，起咗封頂啊！做咩震下震下就俾冧咗落嚟喎？真係搞笑啊！俾個中國嗰個起嗰個咁樣曉冧到嘅，真係啊！已經封晒頂㗎啦。講完。
唔生唔生，正常啦。大陸嗰啲咁嘅建築質量算罷啦。你記唔記得嗰陣汶川啊，冧得最多嘅咩學校啊，乜啊呢樣嗰樣啊，嗰啲咪又係嗰啲政府工程嚟。仲有三峽大壩工程質量如何啊？你要信佢嗰啲咁嘅國企起嗰啲嘢，唉，你自己起嗰啲穩陣過佢嘅，真係嘅，唔係最嬲噶啦，貪五污。六十年代起嗰啲都冇冧啊，70年代文化大革命起嗰啲都冇冧啊，冧晒新嗰啲政府工程啊，咁你即係汶川大地震。梗係梗係抽咗啲事，攞咗啲水啊！冇講就報咁多，自己袋錢，自己袋錢啊！廿幾億泰銖係咪？自己袋落袋啊！偷工減料啊！你知冇？馬來西亞有好幾單，有10幾單啊，好幾單啊，爛尾啊！你知冇？所以要翻嗰啲馬來西亞啲發展商係咪？要要攞翻嚟起個，你知攞嗰啲爛尾嗰啲嚟做係咪冇咩錢賺啊？又難，即是難接手，又難接手又冇咩錢賺。吉隆坡啊，嗰個中國㗎，起到一半，起到頂嗰啲爛尾，然後有個發展商嚟接手啊，都唔知嗰啲水準，都唔知嗰啲地基都唔知準唔得㗎。不過而家接手咗啦。起嗰個市中心嗰個布吉便當嗰個市中心係咪嗰個市中心啦，好靚嘅地方啊，市中心嗰度，然後而家都係賣緊啊，又係起到密密麻麻嘅，千幾間細細嘅，三吉地啊，三吉地都千幾間嗰啲樓啊，不過佢個地點真係好靚啊，因為地點啊就係嗰啲領事館嘅50多間領事館喺旁邊。然後地點好靚，2個地鐵站，然後有嗰啲有銀行啦，有國際銀行啦，有中國銀行啦，有好多，總之就市中心啦。然後嗰個起到爛尾，有一個發展商，不過係freehold 嗰個地係咪地，即是佢永遠嘅地啊，個地係永遠，唔係99年啦，你嗰個地係永遠㗎啦，即是唔係99年。然後千幾間，然後講完